来，这个天气热，泡海水，以往大家拢爱去帛琉、去马尔地夫、去东南亚的岛屿，但是这摆袂当出国咯。其实这个澎湖的海底美景，袂输乎外国。外河海浪的金锁上爱斗热热，拢是成群结党伫探险。伫顺路的这尾航仔鱼，因规家伙伫遮占地为王。澎湖四岛国家公园伫2014年底正式成立以来，加强保养，这几年来效果真好，鱼也是愈来愈侪，有真侪游客专案来遮畅水面。连大型的鲨鱼嘛拢来伫讨食，免出国都别墅是伫马尔地夫。一开始的没有鱼群，到鱼群变得很多，这些目前都有活体的。 出现在这个海域，目击率大概说实在话，将近70-80。想要畅水味，搁惊水的嘛免烦恼，会使成立训练池，排空气筒，伫教练的指导之下，慢慢啊适应。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群岛的环境，能够打造真正国际级的一个潜水中心。除了畅水味，嘛使试一个独木船、风棚、甲游艇，用各种角度去体验澎湖的水。